林渊，你当初下要爬上我的床，逼我和你结婚，如今出轨被抓，还想杀秦羽，你杀人不成，自己摔下楼梯。你这种阴险的人，我不会再让你做我丈夫。这是离婚协议书，你签字吧。我不是在渡雷劫吗？这是哪里啊？难道是成功飞升到了上界？这份离婚协议书你签个字，以后我们再无瓜葛。作为补偿，我给你1000万。这是什么符箓？我竟然没有见过。我可是修真界老祖，符箓天才，休想用符咒害我。林渊，你撕掉支票也没用，这婚我离定了。没想到人间竟有此等美女，这姿色，这身材，比修真界第一美女也不差。你说什么？美女，我看你印堂发黑，阴气环绕，似有血光之灾。林渊，别以为装傻充愣就可以不离婚。我就说你有血光之灾吧。被一个男人害得双腿残疾，公司破产，最后惨死，这命也太倒霉了吧？你说什么？美女，你这命有点惨啊，想逆天改命吗？我仙界天尊，玄学高手，不要2998，只要998010998，你买不了吃亏，998。你买不了上当。好了，苏总，切记啊，伤口不要碰水啊。哎，医生，请等一下。给他检查一下脑子。苏总您放心，我们已经给他检查过全身了，他脑子没问题。不可能，脑子没病，他怎么跟变了一个人似的？说话奇奇怪怪。这个，苏总，他应该只是本性如此。什么意思？那我就直说了，苏总，病人他说话奇奇怪怪的，可能只是他单纯缺德。因为通过检查来看呢，他的脑子没有受伤。那我先走了，苏总。被一个男人害得双腿残疾，公司破产，最后惨死，这命也太倒霉了吧？林渊，你刚那句话是什么？来了，你没事吧？林渊，你还敢留在这儿？要不是你，我姐怎么会受伤？哎，你别瞎说啊！明明是他自己不小心磕破头的，跟我可没关系。好惨的小美女啊！被渣男骗身骗心，染了一身脏病。公司破产后，被渣男抢走仅剩的治疗费，最后绝望跳楼而死。你说什么呢？你敢咒我？咒你？我从未说话，何来咒你之说呀？你，苏念，住口！不仅命运悲惨，脑子还不好使。算了，看在你这么惨的份上，等你死了，我一定好好超度你，让你下辈子平安顺遂。姐，你看他，你听到他刚说的话了吧？什么话？你是不是太累了，出现幻听了？林渊刚才没说话呀。
难道我听到的是林渊的心声？兰兰，这是我特意为你炖的鸡汤。多谢你替我照顾兰兰，这是我特意为她炖的鸡汤，你尝尝。假装我没接住碗，导致他故意烫伤，这么低级的碰瓷手段，不可能！秦宇哥才不是那种心思恶毒的人，肯定是他想要陷害秦宇哥。好疼，我的手！竟然真的被他说中了，这怎么可能？兰兰，都怪我自己不小心，跟林渊没关系，只是可惜这鸡汤我炖了整整3个小时呢。明明是你自己撒的，当然跟我没关系了。林渊，你是说我故意烫伤自己，陷害给你吗？那不然呢？我知道林先生因为跟兰兰离婚一事对我心生芥蒂，可是我和兰兰是真爱，况且他还想对你做出补偿了，给了你整整1000万，够你后半辈子衣食无忧。秦宇，别乱说。秦宇救过我的命，他正直善良还上进，确实是良配。家里人也希望我能和他在一起，但和林渊结婚后，我一直和他保持着距离，没有相爱这么一说。1000万很多吗？够你一辈子吃穿不愁的。1000万这么多钱，还真是瞌睡来了送枕头。我正愁飞升上界身无分文可怎么办？美女，你给我1000万，我就跟你那什么离婚啊？对，离婚，只要你给我钱。虽然不知道离婚是个什么东西，管他呢，只要拿到钱就行。1000万已经被你撕了。这泼天的富贵竟然从我指缝中溜走了。美女，你再给我1000万，我保证这次一定跟你离婚，绝不拖延。念念，你带秦宇去处理一下烫伤。知道了，姐。走吧，秦宇哥。去。这么多年，我一直自诩对秦宇非常了解，现在看来，我以前看到的他未必是真实的。我和念念都能听到他的心声，我要搞清楚是怎么回事，还有他说的那些事情是不是真的。万一是真的，我一定要想办法改变命运。换衣服回家，婚先不离了。不离婚，那我1000万岂不是拿不到了？哎，美女，再考虑一下呗。我看你也是富贵人家出身，怎么这么抠呢？这样，我给你打个8折。哎，7折，不能再低了。别废话了，换衣服回家。长得倒挺好看的，怎么就是个一毛不拔的铁公鸡呢？哎，上车。这上界的法器果真是非同凡响。别废话，快上车。我已经准备好了，走吧。不是让你上车，不是让你上车顶。美女放宽心，不会弄坏你的法器。下来，我可不想被交警查。交警是什么？不仅像变了个人一样，怎么连智商都下降了？上车。原来是这样。
不好意思啊，我没想到他这么脆弱。总裁，这是您要的钥匙。那车你自己看着处理吧。上车。你有眼疾？我是让你系好安全带。安全带？不是系安全带吗？主人，欢迎回家。美女别怕，我来保护你。大胆邪祟，看我雷击斧！林远，你在干什么？不是我，是他先动的手。我不管你那符箓从何而来，以后你绝对不允许再用它！别怕。你刚才弄坏的机器人价值10万，电视机价值3万。你以后要是再敢弄坏屋子里的东西，我把你卖了都赔不起。老实待在屋里。好饿呀。但是现在身无分文。我可以摆摊算命赚钱呀！算卦了，算卦了啊！算命占卜，看相摸骨，不灵，不要钱。哎，哥们儿，我看你天庭饱满，地阁方圆，他日定能富甲一方啊！苏总，林先生正在咱们公司楼下。他来干什么？告诉他我正在忙，让他先回去。林先生好像不是来找您，他正在咱们楼下招摇撞骗。什么？美女，算个命呗。你可别被他骗了，他这么年轻会算什么卦啊？八成是个骗子。走了走了走了。哎，别走啊，别走！我……哎，一文钱难倒英雄汉。可和我堂堂修真劳作，沦落在这摆摊赚钱。都怪那个美女不跟我离婚，不然我怎会沦落至此？我不会真的饿死在这儿吧？哎，小孩，喝的是啥呀？给我喝一口呗。才不要，想喝去那儿买。来杯用完钱。请您支付。支付成功。好。原来上街买东西只需要刷脸就可以。小二，这个、那个，还有那个。
都给我来一杯。全部？对，先生，您的奶茶做好了。支付失败。你还没付钱呢。我不是扫过脸了吗？显示支付失败，您得用手机支付啊。手机是个什么东西？没有手机？你想喝霸王茶？霸王茶？霸王茶竟然还有这么符合我修真老祖气质的茶！兄弟，给我来一杯霸王茶！真是疯子，遇到神经病了！哎，大家快来看，大家快来看啊！这小子跟我这儿买奶茶不付钱，他还不承认。一个大男人怎么这么缺德啊？人家开个奶茶店也不容易，你竟然想着白吃白喝？谁说不是呢？真不知道哪儿来的脸。要我说，直接报警算了。你要再不付钱，我可就动手了啊！哎，等，我没有手机，那玩意儿别人都能扫，为什么我扫不了啊？既然买不了，那我不买了。哎，你耍我呢？我辛苦做了10几杯奶茶，你说不要就不要了。嘿，我今天得好好教训教训你。哎，你打不过我。你怎么这么漂亮的一张脸，摔倒破相可就不美了。你们欺人太甚！你们欺人太甚！哦哟，他的奶茶钱我替他付了，多的就当是给你的赔偿。不行，我要道歉！哎，是你先动手的哦。毕竟是你的错，要不你道个歉？听见了吗？今天必须跪下给我道歉，不然你可走不了。下跪道歉是不可能的。把我弄成这样，一味赔几个臭钱就可以，想都别想。2万5，不道歉。哎，你把我当250了，拿这点钱来羞辱我，没门儿，必须道歉。5万，不道歉。有钱了不起啊？我不差这点钱，我就要道歉。8万，不道歉。8万了？不行，道歉，今天必须道歉。有这钱你给我呀，你给他干嘛？那我道。10万，不道歉。不要就算了。哎，10万就10万，可不要反悔啊！我不是说了，你那些符箓不能乱用。那我堂堂修真老祖，我被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凡人欺负，那传出去我这面子要不要了？那你喝霸王茶就有面子了。抛开事实不谈，我今天做出这么抽象的事儿，你就一点责任都没有吗？你把我一个人扔在家里，我都要饿死了。要不是身无分文，我怎么可能没钱付账？说来说去，那都是你的错。你为什么不跟我离婚呢？啊？离婚就有1000万，有钱就潇洒了。算了，我跟一个脑袋不清楚的人计较什么？知道了，奶奶，我这就带他回老宅。一会儿进去，不要乱说话啊，也不要乱想。奶奶年纪大了，可经不起刺激。姐，你火了，你上热搜视频了，看，现在全网都叫你佳佳姐。不道歉。有钱了不起啊？我不差这点钱。这不是我的废物姐夫吗？你怎么还有脸来啊？
怎么，你还非要死皮赖脸赖上我姐啦？哎，别这么说，林渊才不是那种人。那我是个怎么样的人？林渊，放手吧，有些人是你注定得不到的。他那脸皮比城墙都厚，像他这样死皮赖脸可不止一次了。苏明，闭嘴！姐，你干嘛不让我说呀？他设计上你的床，要跟你结婚，整个京城谁不知道啊？就是，要不是他横插一脚，你早就跟秦宇哥结婚了。只要我一直陪在兰兰身边就好了。只有像秦宇哥这么优秀的人，才配得上我姐。就是，秦宇哥跟我姐就是绝配。你，识相的，早点跟我姐离婚，滚出苏家。离婚我愿意啊，哎，只要你姐同意。等等，你们家该不会是破产了吧？要不怎么连1000万离婚费都拿不出来？哼，兰兰，真的是你不愿意离婚？苏家祖训，夫正直，旺3代。他这种心思歹毒的男人，就不配做我们苏家的女婿。哎，可怜的老唐，骂吧骂吧，趁现在还有气出，多骂2句。1年后，大女儿被人推下悬崖，二儿子被挖肾挖眼，小女儿跳楼，老婆被人拔了氧气管，自己胃癌晚期，应该也就骂不出来了。哎，林渊，你，我听到的难道是林渊心声？我绝不会让这件事情发生。回头我就带爸去医院检查。林渊，你瞎说什么呢？我怎么可能会被挖心挖肾？爸那么健康，怎么可能会生病？哎，等等，哥们儿，我看你面色发绿，该不会是？不会是？怎么？怕不是绿云罩顶，情路坎坷哟。他是什么意思啊？哎，还在那问什么意思？这傻子，意思就是你头顶青青草原，这都不懂。这兄弟怕是投胎的时候没把智商补上吧？哼，难怪被绿，原来是个智障啊！苏明女朋友真给戴绿帽了？林渊，你居然说我绿云罩顶，弄死你！冷静，冷静！林渊，就算你不喜欢苏明，你也不能一直诅咒他女朋友出轨吧？哎，我可没诅咒啊！可怜他还不知道呢，他那小女朋友刚从男人床上下来。恭喜你哟，你女朋友要有别的男朋友了。林渊，我杀了你！我这……哎，等等，你女朋友是不是刚从泰国回来？哎，没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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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呦，心真大，泰国回来的都敢直接往家里带。你不瞧瞧那什么，这技术挺牛啊，叫什么来着？我想想啊，哦，叫变性手术。哎，你怎么还跪地上了？怎么回事？我怎么能听到他的心声啊？你们都听到了吗？能。那他说的都是真的？差不多。那你们二哥这……二哥确实跟我说过，他女朋友确实是从泰国回来的。二哥，你这也小心得病。我怎么生出你这么个玩意儿啊？是男是女都分不清。来，林渊，你太过分了！你怎么能一直造谣苏明的女朋友呢？那你能不能把嘴里的夹子拿出来再说话呢？我
秦宇哥，对不起啊，我不是笑你。兰兰，我只是说句公道话，林先生为何这么羞辱我？兰兰，你们这儿都把好言相劝变成羞辱了吗？林渊，你这话确实过分了，快向秦宇道歉。林渊，秦宇平时就是这么说话的，你确实不该这么说他。你还有功夫操心别人？你担心你自己吧。你拿别人当白月光，别人把你当替身提款机，只等着抢走你的公司，送你下黄泉呢。秦宇救过我的命，一直以来都对我很好，他真的会背叛我吗？秦宇哥那么喜欢姐姐，他才不会背叛姐姐。秦宇一直想和苏兰结婚，他才不会背叛苏兰呢。我知道林先生因为兰兰跟你离婚的事情怪我，都是我的错，你能原谅我吗？我愿意以茶代酒向你致歉，你能原谅我吗？看来林先生还是不肯原谅我。哦，对了，我刚刚忘了说了，我看你天苍凹陷，印堂发红，眼中带煞，这是命犯情煞之象啊！若是及时收手，或许可以。兰兰，看来林先生还是不肯原谅我。秦宇也是一片好意，要不你就喝了吧。就是。秦宇心胸宽广，都跟你道歉了，你还想怎样？哎，怪不得一家子惨死，这智商真是上地府都不用喝孟婆汤的水平。这加了料的茶，还是留着你自己享用吧。这么凶残的吗？那茶真的被加了料。林渊，你什么意思啊？我只是想请你喝杯茶而已。那既然只是茶，那你自己喝不就好了吗？啊，缺心眼吧？全场就2个女人，就算是肤白貌美大长腿，本天尊也是个正人君子。兰兰，林渊对我有些误会，你能帮我解释一下吗？这我也没办法。你还是求我姐夫吧。这是你们小辈的事啊，我做长辈的就不掺和了。怎么会这样？不可能啊！他怎么会是人妖的？哎，你怎么还在这儿啊？一会儿这茶水发作了，可就来不及了。既然今天是家宴，我就不打扰了。兰兰，伯父，苏念，我就先走了。这茶真的下了药。林渊前2次说的都验证了。那秦宇他急匆匆的跑出去，岂不是？当然是去找女人解春药了。一会儿你姐头上的颜色就要和你二哥一样了，变成青青草原了。爱是一道光，绿到你发慌，绿帽子就扣到你头上，那他怎么样？我先为你悲伤，你就是绿光。我已经从苏家出来了。苏氏集团的竞标方案已经出来了，趁现在苏兰不在公司，你去他办公室把方案偷出来。放心，我会找人配合你的。好。
林渊来了呀，奶奶都想你了。高平满，光无纹，浑身功德缠绕，金光加身，分明是大富大贵的面相啊！可惜被这一家子倒霉蛋给拖累了。你怎么来了？趁着大家都在，我就在这儿说清楚，你和苏兰既然都要离婚了，当初我们家给你那5%的股份，你今天就还回来吧。妈，我们不离婚。你做梦！给出去的东西哪还有要回来的道理啊？想从本天尊手里拿东西，怕不是光屁股拉磨，转子圈都不要脸。姐夫，那是咱妈，客气点，客气点。老婆，这婚呐，也不是非离不可。老巫婆把你算盘给我撸死了，那珠子都快崩我脸上了，想把股份收回去，给你婚前生的那个女儿是吧？林渊，你瞎说什么呀？我说什么了？你反应这么大，脑子里那么多水都没把你心里那棵逼树教明白是吧？那你不如猜猜自己为什么会被拔氧气罐，还不是因为你那个女儿根本就不是你亲生的，这是个冒牌货而已。你们都看着我干什么？老婆，咱们出去把话说清楚。老公，你听我解释啊！老公，你听我解释啊！这不会出事儿吧？原来当年大师算的没错，我苏家唯一的生路就是林渊。苏兰，今晚你就和林渊住在家里，一会儿来书房找我。姐，你说咱妈在外面不会真的还有一个女儿吧？是真是假，一查便知。哎，怎么人走了？姐夫，累了吧？来，到沙发上休息一会儿啊。奶奶，刚才的事情你都听到了吧？你怎么看？林渊，他不仅像变了一个人，好像还拥有了看透别人命运的能力。很久以前，大师曾为我苏家算过命，说我苏家命中注定会有一劫。这些年，我一直按照大师的吩咐做好事，终于等来了一线生机。您是说林渊？既能看透命运，自然能逆天改命。无论如何，你都要将他留在苏家。奶奶放心，我知道该怎么做。姐夫，你觉得我姐怎么样啊？前凸后翘，大长腿，要颜值，有身材，要才华，还有钱。这美女环绕，温香软玉，一夜暴富的日子，你不想过吗？哎，靠山山会跑，这靠树树会倒。这人呐，还是要学会自力更生啊，要靠自己的双手。哎，你姐是漂亮，我倒是想和她在一起，可是和短命鬼离婚就能有1000万，鬼都知道该怎么选。姐夫，到我了！你说我这辈子还能遇到真心爱我的人吗？那当然了，你多少有点呢，对吧？你看你这个，兄弟，你审美好啊！你看你这一脑袋绿毛多显眼，是不是？傻兄弟，你还是想想怎么跟你那个人妖女朋友分手吧。好什么好？他要替人妖。姐姐、姐夫，你们慢慢聊。哎呀，你也想吃？来。
李渊，嗯，你心里想的那些是真的吗？你怎么知道我心里想什么？难道你……哎呀，我是说，你算命算得准吗？你怀疑我专业能力？既然如此，那你给我算一卦。不算，天机不可泄露。除非你愿意跟我离婚，给我1000万。林渊，你这小算盘打得挺响啊，1000万一个卦象，你觉得合理吗？那不算了。你打发叫花子呢？不算。我加钱。哼，加姐，你给那奶茶店老板都是10万10万的给，怎么到我这儿就变成5万了？我堂堂修真老祖就值5万块钱，不算。这开了50万。天机啊，虽不可泄露，但有缘人，我可以为他指点迷津。啊，别动。姐夫，你觉得我姐怎么样？前凸后翘，大长腿，要颜值，有身材，要才华，还有钱。这美女环绕，温香软玉，一夜暴富的日子，你不想过吗？这谁不想过呀？长得好看，身材完美，有钱出手大方，真适合当我的，真适合当我的长期饭票啊！你为什么这么看着我？你脸红什么？不算的话，把卡给我。啊，算，我现在就给你算啊。你就是夏灵派来的人吧？把标书给我。你是秦羽先生？没想到夏灵手段这么高，苏兰身边都能安插到人。苏氏集团为了这个项目投入了大量资金，而这个竞标的地皮正是这个项目最重要的一环。一旦竞标失败，苏氏必然面临资金断裂的问题。秦先生，你怎么了？糟了，是春药发作了。秦先生，你想干什么？秦先生，我靠，劲爆！你看到了什么？你的白月光秦羽不仅要偷你的标书，让你公司破产，还在你办公室玩绿帽游戏。不可能！不可能！姐夫，你这算的不准吧？秦羽哥那么爱我姐，怎么可能给我姐戴绿帽子呢？对啊，秦羽哥喜欢我姐好多年了，怎么可能跟别的女人在一起嘛？姐夫，你是不是算错了？秦羽怎么会做出这种事？他明知道这次项目对我有多重要。这都不重要，标书绝对不能透露。走，跟我去看看，顺便验证林渊说的是不是真的。那是另外的价钱。我再加50万。走。
我们也去。你说不说？你说不说呀？啊！真的误会了。你们去哪儿啊？爸，我们要去抓奸。前夫说秦宇要偷我姐的镖书，还在办公室背着我姐偷女人，我们去看看是不是真的。等等我！来人呐！把夫人给我关到书房，好好反省反省。什么时候说出那个女儿的下落，再放出来。老公，我也是被骗了，我不知道她不是我女儿呀。老公，等等我！老公。姐，小心！兰兰！我操！咱们以后在家还是对姐夫客气点。要不我真怕他用一根手指头就把我们给碾死。知道了，回去就让大家把他当祖宗供着。一时情急，见谅，见谅，见谅。一时情急才这样，那平时得凶残成什么样啊？可以理解，理解。我们不是去抓奸吗？走走走走走。总裁，这有个紧急文件需要您签下字。再敢瞎逼逼，我拧你天灵盖！你要干什么？哎，苏总，不撞南墙，改撞哥胸膛了。快走，干正事儿。嗨，哈哈哈！现场直播，来早了，不然衣服肯定就脱了。哎呀！秦宇哥，你竟然偷我姐的镖书，还背着我姐在办公室，和别的女人乱搞。连书说的，竟然都是真的。林渊的心声验证了，那他说的我被人推下悬崖，苏念跳楼，苏明被人挖眼挖肾，妈被拔了氧气管，爸得胃癌，这些事儿岂不都是真的？不，我绝不能让这些事发生。不，我不是，我没有。兰兰，你相信我，不是你看的那样，是他勾引我的。你胡说什么？分明是你强迫我的。他说谎，兰兰，你相信我，我爱的人是你啊。苏兰该不会是心软了吧？秦宇怎么会变成这副样子？软是无能，还推卸责任。春瑶之事，也是他想要害林渊，才自食恶果。肯定是因为爱你呀，要不爱怎么不给别人戴绿帽子偏给你戴呢？这不是爱是什么？这就是爱。秦宇，你说是他勾引你的，
那镖书呢？是谁让你来偷镖书的？不是我不知道。你明知道这份镖书对我、对苏轼有多重要，你为什么要背叛我？我是被逼的，如果我不这样做，他不会原谅我的。你以为我还会相信你说的话吗？说，幕后之人到底是谁？兰兰，你相信我，他只是让我来拿镖书，我真不知道他是谁。他的确不是幕后凶手。幕后凶手这腿，竟然看不到脸。虽然看不到脸，但幕后凶手可一直在背后盯着。我们在明，凶手在暗，想要引他出来，看来暂时不能动秦羽。看在你曾救过我的份上，今天的事就算了，你走吧。兰兰，所以你原谅我了是吗？还不走？苏总，我真的什么都没有做，都是他干的。苏总，你就放过我吧，苏总。带走。苏总。姐，你就这么轻易的原谅他们吗？当然是因为爱情不会轻易悲伤。别唱了，我只是想通过他找到幕后凶手。哎呀，我懂。你想干嘛？我想，我想问问老板，对我刚才的表现满不满意？要不要考虑一下升级一下套餐？满意，姐夫，你刚才一路上可帅了。还可以吧。什么套餐？嗨，离婚升级套餐，只要你答应跟我离婚，只要你给我小小的1000万，我就可以把你公司的全部奸细都找出来，甚至是幕后凶手。你哪来的离婚协议啊？在你桌子上拿的，还有一沓呢。哇哦，姐，你打印这么多是想随时离婚跑路啊？林渊的心声都是真的，这尊大佛你还不赶紧留住，还想着离婚，你是不是嫌你爹命太长了？上次为了怕他不肯答应离婚，就让助理多打了几分，怎么还没扔掉？姐夫，你要是跟我姐离婚了，我能不能跟着你？那我还真是赚大了，离了婚还有个小美女跟着我。苏念，离婚你就别想了，奸细和凶手我都会自己找。切，镖书已逝，说明命运可改。既然如此，苏家危机没有解除前，我就更不能放他离开。美女霸总不肯离婚，都怪我这该死的无处安放的魅力。明天有一个拍卖会，你跟我一起去。给钱。你要多少钱？10万8万不嫌少，100万1000万不嫌多，转账还是支付宝？快点。你现在连支付宝都知道了？我只是不熟，我又不是傻。姐，我教的。不肯离婚，那就别怪我狠狠地坑你一笔了。行，我包月了。哦，什么时候签合同？表现得好有没有加薪？有保险吗？那万一受伤了那怎么办？还有啊，提前说好，伤人害己、暖床侍寝的事情我可不干，狗也不干呢。
狗不干，我干。谢谢美女，有需要随时联系。爸，我给你预约了个全身检查，等会儿让司机送你去。好，我去检查。不过你妈那边始终不肯透露她那个女儿的下落。无妨，这件事交给我，我会查清楚。好。兰兰，阴魂不散。兰兰，苏念，我只是想为之前的事跟你们道个歉。道歉就不必了，之前我就说过，你救过我，所以标书之事我不计较。我们之间两清了。你当真要如此绝情吗？林渊，你是她丈夫，你说话她一定会听的，帮我求求情行吗？我？啊！杀人了！我帮你求情，然后让你来诬陷我杀你。一会儿你跟在我身后，不要乱跑。该说的我都说了，还请你不要做多余的事。林渊，你一次次坏我好事，我就用杀人未遂罪送你进监狱。姐夫，这真的好无聊啊！等一会儿你姐就来了。想杀我？只要林渊拿刀碰我，我就能诬陷他要杀我。杀人了！姐夫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救命！救命！这里真的很好看。救命！哎呀，不好了，有人落水了！糟了，林渊！我在这儿。你没事吧？有事的可能是他，你要不要再下去看看？这女人看到我站在泳池边，竟然放弃救秦宇，自己爬了上来，这是什么操作？你没事就好。我不是说了让你跟在我身边，不要乱跑吗？ Oh baby。好看吗？好看，想摸。我什么都没想，什么都没看，也不想摸。四大皆空，空即是色，色即是空。肤白细腰，盈盈一握，还有这腿，比我的命都长啊！别瞄了，我没瞄，我是天生斜视。去他的四大皆空！医生说了，多看长腿，年年益寿。我的意思是，想看就光明正大的看，想摸就光明正大的摸。你上来呀！该死，林渊竟然不碰刀，想让他以杀人未遂的罪名入狱，看来不行了。姐夫，你看秦宇。你们继续，你们继续。即使不能让林渊入狱，也要让苏兰继续讨厌他。兰兰，是他把我推下水的，他还想杀我。他脑子有病，他非要用脖子试试那匕首的锋利程度。我为了不让他受伤，只好把他推下去了。他胡说！苏兰，你相信我，他还想置我于死地。林渊是我老公，我相信他，
秦先生，请你离我们夫妻二人远一点，免得不小心误伤到你。念念，你陪着林渊，我去换件衣服。拍卖会马上开始了，你们去里面等我。好，好了，走。哎，这绿茶年年有，莲花朵朵开。只要哥还在，你永远是备胎。林渊，你给我等着！姐夫，你刚刚那句话太毒了，那秦宇脸都气歪了。哎，姐夫大庭广众的，也不知道收敛一点，太不要脸。哎，有没有可能那是你那个在外地出差的未婚夫啊？什么？顾城？对，这就是你恋爱脑上头，不顾家里反对，又出钱又出力养的那个海王渣男。没想到他拿着你的钱，不仅非法购买爱情，还包养了小四、小五、小六吧？顾城？谁呀？念念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好你个顾城，嘴上说着要出差，实际上联谊会上和别的女人勾搭。宝贝儿，你误会了呀，我跟他只是合作上的伙伴，床上的合作伙伴。你还敢骗我？宝宝，我真没有骗你啊！你知道我这1个月以来有多想你吗？你看我项目一结束，我第一个见的就是你啊！哟，那你是早上想、中午想还是晚上想？万一你要是分不过来时间，那我们苏念多冤呐！绿城青青草原了，你的男人早中晚各一场，想不到吧？宝宝，我跟他们都只是逢场作戏啊！我见一个爱一个，那爱的里面最爱的人是你啊！哇哦，他说你是他鱼塘里面最烂的那一条哎！你说什么？接下来他肯定会说：“宝贝儿，别误会，喝多了，亲亲嘴，大家还是好朋友。”别闹了，我很累。反正备胎排成队。你小子敢坏我生！混蛋！我要跟你解除婚约！要不是看在你是苏家大小姐的份上，我会看上你这样刁蛮任性、不讲道理的女人。苏念，我忍你很久了。我还是头一次见有人把软饭硬吃说的这么理直气壮的啊！顾城，你还要不要脸？要是没有我给的钱，你能有今天吗？苏念，你这个贱！啊！死渣男，你敢背叛我！哎呀，傻丫头，你累不累啊？用这个。还是姐夫心疼我。发生了什么事？那个可能是有人做坏事，老天看不过去了，一个雷劈了他。对，他刚才就是被雷给劈了。话说，你们怎么回事？这种人也放进来，还不快扔出去？是。呸！姐夫，你看哭什么呀？不就是男人吗？以后姐夫给你找个更好的。那说好了，姐夫一定要记得。哎呀，行，相信姐夫，跟着姐夫混，姐夫让你没有悲伤，只有爱。
姐夫，姐夫，等等我！灵儿，苏兰现在越来越不信任我了，我们不能再这样下去了。放心，就他呀，活不过今晚了。阿宇，你呀，得帮我。拍卖会快开始了，得赶紧下去。喂，苏总，您上次让盯着秦先生，我刚才看到有个女人跟到了秦先生的休息室，很可能那个人就是幕后黑手。好。灵儿，你放心，我们计划的这么周密，苏兰这次必死无疑。姐夫，姐姐换衣服怎么这么久还没回来？拍卖会马上都开始了。再等等。哎，有你看中的拍品吗？看不上，还挺多的。秦宇，你怎么还敢来？怎么，拍卖会是你家开的？干杯！不对，他不装了，还一副有恃无恐的样子。苏兰要是死了，看你们还怎么嚣张！放心，就他呀，活不过今晚。糟了，苏兰有危险！什么？我姐她有危险？拍卖会就要开始了，你们想去哪儿？各位贵宾，我们的拍卖会马上开始。让开！拍卖会马上要开始了，吵吵闹闹像什么样子？就是啊，吵死了！你们到底要不要参加啊？不参加赶紧滚！姐夫，我们现在怎么办？你们要干什么？你们要干什么？哎呀，快救救他呀！这是苏兰，这怎么救下来了？你来了。没事了。姐夫，我姐她怎么样？流血过多，赶紧送医院。走。苏兰，怎么了？是谁害了他？秦宇，你瞎呀？没看到我姐受伤了？我们着急送医院，你来这什么意思？我只是担心苏兰的安全，好端端的怎么能从2楼掉下来？我看呀，就是有人不想跟他离婚，故意害他。你什么意思？你怀疑我姐夫？不用跟他废话，苏兰的伤不能拖，走。想走，没那么容易。让开！姐夫，他们人好多，咱们怎么办呀？要不我拦住他们，你带我姐先走。今天你们谁也走不了。
我说，让开！上！滚！正打我，正打我！废物，一群废物！姐夫，快上车！姐夫，你受伤了？姐夫，你怎么样？无妨，连里损耗过度而已。漱漱口来，快上车，去医院！完了，刹车失灵了！什么？这车被人做了手脚，不能坐了。什么？打车去，走。该死，又让他们躲过了。林渊这个废物，怎么可能有这种本事？他到底是什么人？你又救了我一次，何方邪祟，敢对本尊？我说我不是故意的，你信吗？对不起，你没事吧？手感和想象中的一样好。林渊，你就是这么对待病人的？我是伤患，你知不知道？我不是故意的，我以为是有人要趁机袭击我。再说我也没用力。你没事吧？我看看。别，你别过来。你往后退一步。哦。再退一步。对，就站在那儿。怎么了？哎呦，都青紫了，你们小夫妻玩情趣也该注意点分寸啊！我们不是……记得每天给伤口上药。我给他上药，真是活久见，偷私剑给自己老婆上药，不三不四的。医生说上药。不用。哎呀，你扭捏什么呀？我可是你老公。哎，等，姐夫，我查到了。我什么都没看到。你回来。哎，姐，你醒了。说一说，你查到了什么？姐夫，真被你说对了，那辆车的确有问题，刹车线被剪断，油箱被割破，一旦发生意外，刹车失灵后会瞬间爆炸。什么？多亏姐夫发现的及时，要不然我们都得被炸死。而且姐夫还为了你吐血了。你受伤了？我受伤，你这么紧张干什么？哦，该不会是……不想给我赔偿吧？啊？好，该给的
1分都不会少给你。那就行。为了救你，我灵力损耗过度，还不知道多少钱能养回来呢，至少得3倍啊！行。嘿嘿嘿嘿嘿，哎，那秦羽，你打算怎么办？这女人傻呀，秦羽都这样害你，你不会还要放过她吧？你是有什么把柄在她手里吗？秦羽曾经救过我，但救命之恩我已经还了。这次的事我会查清楚，找到证据，该秦羽负责的都交给警察处理。脑子没坏吧你？秦羽是那种主动救人的人吗？小妞儿，你们想干什么？挺漂亮啊，漂亮啊！住手！走。兰兰，你没事吧？我觉得苏兰，你没事就太好了，担心死我了。真是假惺惺的。你是担心苏兰没死透吧？林渊，你少来挑拨我俩之间的关系。苏兰没结婚之前，可一点危险都没遇到，可偏偏跟你离婚的时候却遇到危险，这分明就是你干的。哟，没想到你除了绿茶这个技能，还会贼喊捉贼呢。林渊，你也闭嘴！啊，谢哥，谢哥，谢哥，天天，谢谢哥，谢谢哥。蠢女人，你把别人当救命恩人，别人把你当大冤种，想不到吧？所有的一切都是你眼前这个人自导自演的，那些围攻你的歹徒就是他派去的。什么？所以这件事从头到尾就是个阴谋。原来秦羽这么早就开始算计我了。秦羽他怎么敢？我们到底跟他有什么冤仇啊？他竟然这么费尽心思算计我们。既然如此，那你要怎么解释你没学过武却能以一敌十还会飞这件事？关你屁事啊！我只是担心有人故意接近苏兰，给他带来危险。我见过脸皮厚的，没见过像你这样脸皮比城墙还厚的。你那男兵休息室和你在一起的那个女人是谁？苏兰，你在说什么啊？休息室就我一个人啊！你肯定是看错了，我们俩这么多年的感情，我没想到就因为他的一句话，你居然这样怀疑我。苏兰，我对你真的太失望了。嘿，幕后凶手策划了这么多，而我却没死，他一定不会善罢甘休。苏明，你让李特助盯紧他。明白。苏兰已经开始怀疑我了，那林渊更是邪门的很，我们不能再坐以待毙了。你赶紧联系苏夫人，让她把股权协议转让舒淇。你说，你把那个野种藏在哪儿了？要是今天不说，今天非打死你不可！我知道错了，老公。你，哇哦，这是老巫婆私生女的事情要曝光了，这鞭子还挺会玩。姐，咱爸是不是被气疯了呀？哎呀，你们终于回来了！爸，你这是……林渊啊！哎呀，我今天听说你跟苏兰遇到了危险，怎么样？有没有受伤啊？我，爸，你女儿在这儿呢，受伤的是我，是我。哎，知道了啊。林渊，这是爸给你的零花钱，拿着花，随便花。谢谢爸。哎，林渊，你呀，用你的心看看你妈那个野种的情况。
爸，你这样是没用的。苏先生真是好人呐，可惜老巫婆太蠢了，当年生下了个死婴，被人当场替换。别人说孩子是他的，他就这么水灵灵的信了，连亲子鉴定都不做。不可能，说不可能！还不止呢，老巫婆查到了点线索去质问他，那野种为了逼他签下股权转让书，把老巫婆推倒在地，磕到头昏迷不醒。后来怕事情暴露，直接拔了他的氧气罐。什么？你这个女人，我今天非好好教训你不可！你不看，假的，他说的肯定是假的。老公，当着孩子的面，有话好好说啊！这怎么又打起来了？你干嘛？我床湿了，想在你房间借宿一晚。你是说你要在我房间里睡？这是房费，我现在可以进去了吗？睡，别说是睡我房间了，就是睡我都行。房间让给你，我去客房睡。啊！你什么意思啊？我们是领了证的合法夫妻，睡在一起，不是应该的吗？我去，还真是来睡我的。你知不知道，你对一个男人主动邀请意味着什么？你不是想看吗？那今天就让你看个够。苏兰，这可是你主动勾引我的。哎呦，危险！苏明怎么了？啊，二哥他刚接了那个人妖女朋友的电话，就冲出去了。你要干嘛？啊！难道是他那个人妖女朋友挖眼刨肾的事情提前了？走，我们去找他。走。你不要过来啊！你以前都叫人家宝贝儿的。我当时不知道你是个男的呀，你就是个人妖，咱俩不可能了。哇！既然不可能了，那我也就不要你的人了，把你的肾和你的眼睛都给我吧。快点，晚了苏明的肾和眼睛可就没了。放心，我动作很快，不会让你疼太久的。姐夫救我！放开他！姐夫，又来一个送死的。姐夫，救我，干他，干死他！救人就凭你？
我看你啊，真是活腻了。对付你，我一人足够。口出狂言，老子碾死你就跟碾死一只蚂蚁一样简单。现在跪下了，给我磕头，老子兴许还能饶你一命。哦，我要是不跪呢？那老子就把你的眼睛给挖出来，让你和这个短命鬼一起下地狱去吧！呸！挖我姐夫眼睛，干死你！好玩吗？你到底什么人？不是喜欢挖眼睛吗？干脆今天就把你的眼睛挖出来瞧瞧。念念，姐，救我，救我！快快快！你没事吧？没事。这个林之玉，他就是个变态，死变态！威胁老子！你们知不知道我是谁啊？识相点，赶紧滚，少多管闲事。悬赏榜上排名第3，喜欢挖人器官的通缉犯就是你吧？没想到你为了隐藏身份，都整成人妖了，够下本啊你！他还是通缉犯！老公，小心！既然知道了我的身份，那你们今天都得死！就这武力水平，还跟我姐夫放狠话呢？姐夫不会把他搞死吧？林月，留他一命，交给警察，有奖金20万。没想到你小子命还挺值钱。我已经报警了，接下来就等警察过来就行了。小心！姐，姐，你怎么样？苏兰，你挡我面前，你活腻了吗？我没事，我只是不想你受伤。你若是受伤了，我可赔不起。你，我带他去包扎，这里交给你们。林月，我只是腹部受伤，腿又没事，放我下来。不行。可是我堂堂苏氏集团总裁，你这样抱着我，别人看见我会很没面子的。闭嘴！疼？下次就别挡在我面前了。我是男人，不需要女人保护。这么漂亮的身体，留了疤就太可惜了。我不会让他留疤。如果你喜欢，我不会让他留疤。什么意思？不会把我当成老色批了吧？这话什么意思？我可不是色批，顶多就是对你的肉体有那么一点点欣赏吧。那你喜欢什么样的女人？或者说你喜欢未来妻子哪一点？我都尽力做到。你还是算了吧，我喜欢你离我远一点。肤白貌美大长腿，可惜是个短命鬼。我还是你妻子呢，怎么就不行了？实话跟你说了吧，我辈修行之人，那本就应该清心寡欲，不可贪恋红尘。实话就是，水泥封心封肺腑，哥吃不了爱情苦。现在能吃得了爱情的苦了吗？能，医生说吻牙可不好，天生适合吃软饭。虽然封心所爱了，但没完全死。
有钱的年轻富婆可以拿银行卡打开。你，哎，不对，你怎么知道我在想什么？因为我能听见你的心声。开什么玩笑！我修行这么多年，从没听说过世间有这等逆天的法术。苏兰难道刚才受伤伤到了脑子？你说你能听到我的心声？那你说说，现在我在想什么？好，那要是我猜对了呢？要是你猜对了，我就把所有的银行卡都还给你，我保证以后再也不坑你了。我不要卡，我要你答应我，以后再也不许提离婚的事。没问题，我答应你。你离我这么近干嘛？近一点才能听得清楚啊！胡说八道！我刚刚听见你心里说你喜欢我。这女人又在勾引我，不行，不能让她得逞。我堂堂修真界老祖，岂是那么容易就被拿下的？怎么，我猜对了吗？猜错了。别狡辩了，你活着，我也活着，世界上怎么会有这么巧的事？承认吧，你喜欢我。没错，我林渊就是这么容易被拿下的人。猜对了，奖励是林渊，你给我滚出来！你给我滚出来！妈，林渊是我丈夫，请你对他尊重一点。我这都是为了你好，你看看这个窝囊废，一事无成，他哪里配得上你啊？林渊很好。他好什么好啊？你都因为他受了多少次伤了？这次还有上次，你看看我们好好的一家人都被他折磨成什么样子了，你还护着他？这跟林渊没关系，明明是你自己未婚生女。总之，我是绝对不会承认这个女婿的。老巫婆真是逆天了。之前听说过感情要你情我愿，没听说过要靠母情女愿的。你什么你？脑子有病就去医院，别对我发癫发狂的。有这时间，不如好好去做个亲子鉴定。您那假女儿怕是坐不住了，正上蹿下跳的找你签股权协议书呢。他怎么知道灵儿刚才打电话约我见面？难道他说的是真的？哎呀，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你咒我！你个扫把星！你非要把我们家搞散不成？我拆散？还真是茅坑里嗑瓜子，你怎么张开的嘴啊？这也能赖我？我让你被人骗的，我让你未婚生女的。这些事儿跟林渊没关系，相反，他还屡次救我。你这是被他灌了什么迷魂汤不成啊？哎，你个死老婆子，你是不是活腻了？你个死老婆子，你是不是活腻了？妈，你还是去做一下亲子鉴定吧。那个人根本就不是你的骨肉。不可能，灵儿和我长得这么像，怎么会不是我的骨肉？灵儿，你放心，我们计划的这么周密，苏兰这次必死无疑。灵儿，这个名字是巧合吗？那个女人根本就是不安好心，她是图我们苏氏集团的股份。不可能，灵儿心思纯善，根本不是那种人。蠢货！你要是还那么相信那个野种，今天我们就离婚！你净身出户，现在给我滚出这个家门！你们非要这么逼我吗？滚！走就走，你们可别后悔。爸，你是故意把妈赶出家门的？只有千日做贼，
哪有千日防贼的道理？你妈我还不了解，她这个人呢，哼！我今天把她赶出门啊，肯定去找那个野种。咱们呀，只要跟着你妈，就肯定能找到那个野种的下落。哼，这姜还是老的辣呀，这招儿高，实在是高。看我干嘛？接电话呀。苏兰，你不是想知道幕后之人是谁吗？你来找我，我可以告诉你。苏兰，这是你最喜欢喝的咖啡，尝尝。秦宇，不要再搞那些小手段。我来只是想知道你身后的幕后之人到底是谁。林渊是不是跟你说什么了？你别信他，他骗你的。你不用挑拨我跟林渊之间的关系。你自己做了什么？你真的以为是天衣无缝吗？苏兰，你相信我，他根本不是林渊。姐夫，他又在挑拨你跟我姐的关系了。你姐不会相信的。苏明呢？他去哪儿了？我姐让他去跟踪我妈了。哦。你帮我拖住苏兰，我要逼那个老东西在股权协议书上签字。原来他们是为了拖住苏兰。我找人查过了，以前的林渊身体不好，更不会武功，他刻意伪装接近你，一定是为了苏氏集团。是吗？那你接近我是为了什么？苏氏的股份？苏兰，你这话什么意思？你忘了，我之前可是救过你的。是吗？那是谁让你来拖住我？是那个叫灵儿的人吗？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看起来是了。老婆，他在拖延时间，先去找你妈，你妈有危险。哼，就算你们现在赶过去，也来不及了。苏兰，你母亲这会儿应该已经在协议书上签字了。你来不来得及可不是你说了算。忘了告诉你，我母亲早在1个月前就把股份转到我名下。什么？你们的算盘落空了。还有，林渊不是别人，他是我老公。妈，只要在这里签个字就行了。这些年我受了这么多苦，你答应过会补偿我的。有这时间，不如好好去做个亲子鉴定。您那假女儿怕是坐不住了，正上蹿下跳的找你签股权协议书呢。林渊他说的难道是真的？灵儿不是我的孩子，只是为了苏氏集团股份冒名顶替的。灵儿，你真的是我的孩子吗？你都知道了，知道又如何？今天这个字，你不签也得给我签了！你休想！妈，给我签！姐，姐夫，妈就在这个房间里。妈，怎么样？被他跑了，
我去追。先去医院，他不会善罢甘休的。我们要做好防备。啊，嗯。快走！好。灵儿，你受伤了。我不是让你拖住他们吗？怎么来得这么快啊？那个老东西早就把股权转让给苏兰了。什么？我们现在怎么办？我们筹谋了这么久的计划，不会到头来什么都得不到吧？慌什么？只要他们全死了，我再伪造一份亲子鉴定，苏家，我就是唯一合法继承人了。早就跟他说过了，那个野种狼子野心，他就是不听。爸，医生说过几天妈就会醒的啊。还得是咱爸机智啊！自从听了1个月前就让咱妈把股份转给大姐了，要不然他们就得逞了。林渊，谢谢你，谢谢你。谢我什么？姐夫，谢谢你。姐夫，谢谢你。不用。好孩子，爸爸也谢谢你。你们怎么突然这么客气啊？林渊，谢谢你让我改变了全家的命运，也谢谢你出现在我身边。只是觉得遇见你很幸运。那是自然。怎么样，雇我花的这钱不亏吧？爸身体不好，我让念念送他回去了，苏明在病房守着。接下来打算怎么做？幕后之人肯定不会轻易放弃。他应该已经知道了，逼母亲签股权协议是没有用的。下一步他……如果我是幕后凶手，定会放手一搏。糟了！老东西，这都是你逼我的。你放心，我马上就送你们苏家一家子去地下团聚，到时候苏氏就都是我的了。医生，我妈大概什么时候能醒？别人恢复得很好，明天就会醒了。那就好。怎么了？他是凶手，他带走了苏明，我去追，你去看你母亲。林渊，爸，你别太担心，有姐夫在，不会有事儿的。你怎么在这儿？秦宇，你怎么还敢来这儿？苏念，我们好歹也是朋友，你何必对我这么大敌意呢？我呸！你从一开始就是故意接近我们，就是为了帮那个野种夺走我们苏家的财产。哼，那个野种甚至都不是我妈的骨肉。没错，不仅如此，你姐的药也是我下的。要不是林渊的突然出现，该跟你姐结婚的人应该是我。要不是林渊的突然出现，该跟你姐结婚的人应该是我。我再给你倒杯吧。只要被记者拍到我们睡在一起，
他就必须跟我结婚。兰兰，服务员，再来一瓶，来瓶那个吧。如果不是林渊恒插一脚，我早就娶了你姐，弄死你们，拿到苏家的财产。林渊真是害了我的好事，所以我故意陷害他出轨，就是让你们所有人以为他是渣男。原来是你陷害我姐夫，你做了那么多坏事，你一定会遭报应的。放开我女儿！你放开！来人啊！放开我女儿！你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带走！快醒醒！儿子，念念，你们没事吧？我没事，姐夫一定会来救我们的。姐夫一定会来的。救你们？别做梦了，林渊自身都难保了。至于苏兰，等会儿会过来陪你们的。妈的，又让他们跑了。他找苏敏，无非是想要威胁我，他会回来找我们的。先回去等消息吧。好。苏兰，林渊，又见面了。秦羽，你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带走！他抓走了苏念和你父亲。苏兰，你父亲和你的弟弟妹妹都在我手里，不想让他们死的话，就来找我。夏琳，我就知道是你。20分钟内，我要是见不到你的人，他们全都得死。你们两个今天只有一个人能离开这儿。秦羽，你什么意思？你先去救人，这里交给我。可是我已经让李特助报警了，你过去想办法拖延住时间，我随后就赶到。还有，一定要注意安全，不要让自己陷入危险。苏兰，一边是你至亲之人，一边是你喜欢的男人，你会怎么选呢？他们不是我的对手，我很快就会去找你。好。不要逞强，等我回去找你。你自己也要注意安全。林渊，你看到了吗？无论嘴上说的多么好听，你永远无法和他的家人相提并论，他会毫不犹豫地抛弃你而去。怎么，你嫉妒我呀？我会嫉妒你一个臭保安？你开什么玩笑？我看你分明就是嫉妒我老婆爱我爱的要死，而你爱的那个夏玲，不过就是为了利用你，夺取苏家的财产罢了。闭嘴！你胡说！我和灵儿是真心相爱的，
我们俩是从小一起长大，是吗？哼，林渊，我知道你有些手段，所以我今天请来的都是些高手，你休想逃。不过，我可以让苏兰去底下陪你做一对苦命鸳鸯。上！你别过来！爸，苏明，苏明，姐，你终于来了，你有什么冲我来？放了他们！放过他们？说的好轻松啊！凭什么？住手！你干什么？念念，都是苏家的孩子，凭什么你们过得锦衣玉食？凭什么我不可以继承苏氏集团？你说谎，你根本就不是苏家的孩子。秦宇把你们做的事情全都说了，你是故意靠近吗？秦宇想给我姐下药，取她性命，然后把我们苏家全部害死，谋取我们的财产。你们好歹毒！闭嘴！原来一切都是你跟秦宇搞的鬼，都怪你们，害得我们一直以为姐夫是坏人。那又如何？我叫了他这么多年的妈，他既然答应我要把苏氏集团交给我，既然承诺过，那苏家的财产就必须是我的。你有什么资格？既然你们不愿意给，那我就自己来取。只要你们全死，苏家的唯一合法继承人就是我了。念念，念念，女儿，给我摁住他，好好给他一个教训。啊，姐，女儿，你要干嘛？苏兰，你不是很有能耐吗？我用过那么多的手段都被你逃掉了，这次我看你还怎么逃。你不是想要苏氏集团的股份吗？我可以给你。苏氏集团的股份我要，他们的命我也要。你要干什么？住手！不要！你给我打了什么？不过是让你有些虚弱无力的药罢了。让我想想，苏氏集团总裁从顶楼不幸坠落，你觉得怎么样啊？给我摁住他，带过来。只要我这么轻轻一推，就会变成一滩肉泥啊！苏兰，别挣扎了。姐，女儿，住手！姐夫，你终于来了！灵儿，救我，救我！放开他，否则我就把秦宇从这扔下去。秦宇，林渊，你这个疯子，松开我！灵儿，救我！秦宇，原来你挑女人的眼光也不怎么样嘛。嗯？什么意思？你忘了我们这么多年的感情了吗？我数3个数，把苏兰给我送回来，否则今天秦宇必死无疑。1，你快照他说的做。2，秦宇，对不起，我马上就可以得到苏氏集团了，我不能在这个时候放弃。你放心，
以后你每年的忌日，我都会去看你的。什么？夏玲，我为你做了那么多，你有没有良心啊？那是你自愿的，不是我逼的。林渊，我知道你有本事。上一次苏兰从2层摔下去，就是你救的，但这一次这里是顶楼，我看你还怎么救。苏兰，去死吧！不要！阻止他！苏兰，没事吧？不是跟你说了吗？不要逞强！你知不知道我晚来一步你就……林远，我喜欢你。就知道你是蓄谋已久，你不要以为这样说我就不会生气。说好了要等我过来。我就知道你一定会救下我的。你就这么笃定？因为我老公是全天下最厉害的男人，因为我的命运因你而改变，你就是我此生唯一的救赎。秦羽和夏玲恶有恶报，终于受到了法律的制裁，咱们家又可以恢复平静了。爸呢？在楼上训咱妈呢，说要不是她搞个假女儿出来，咱家不会有这么多事。幸好爸的体检报告出来了，他的身体很健康，真是多亏了姐夫。你跟志可……等等，我怎么感觉大姐又在套路姐夫呢？不行，得加钱。加，再加1亿，外加我苏氏集团40%的股份，和我名下17栋别墅。这么大方？对自己老公当然大方了。不对啊，苏兰，这合同上写的时间怎么是1辈子呀？难道要我给你打1辈子工？老公真乖，我新买了一条丝袜，晚上穿给你看。我等不了晚上，我现在就要。